现代第一版圣经哥林多前书第3章。兄弟姊妹，我到今对恁讲话，袂当看恁做属圣神的，是属世，是基督信仰的婴仔。我用恁饲恁，无用饭，因为恁还袂当食饭，到现在嘛还袂当。因为恁还佫是属世的人，恁中间有怨妒，有纷争，安尼敢毋是证明恁是属世，是照世间人的方式在生活。恁中间有人讲我属保罗，嘛有人讲我属阿波罗，安尼恁甲世间人有啥物无共款？阿波罗算啥？保罗算啥？阮不过是上帝的册用，因带恁相信，逐个人照主所互阮的职分得做。我也种，阿波罗压水，毋过上帝互伊大长。也种的甲压水的拢无重要，只有互伊大长的上帝才重要。也种的甲压水的拢共款。上帝会照逐人的工作，甲因报赏。阮是上帝的同工，恁是上帝的参园，恁嘛是上帝的建筑物。照上帝互我的恩赐，我做一个牛的建筑师下地基，别人伫迄顶面去做，毋过逐个人着看家己安怎得去做。因为上帝已经有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地基，伊以外无别个地基。伫即个地基顶，人若用金、银、宝石、木材、草，也是稻谷去做，逐个人工程的好歹，伫基督来临的日，会互火甲伊露现出来，因为火会试验逐个人工程的品质。人所去做的，若互火烧袂去，伊就会得到报赏；人所去做的，若互火烧去，伊就会损失。不过伊本身会得到救，亲像对火中逃命走出来。敢毋知恁是上帝的殿？上帝神踮伫恁内面。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会甲伊毁灭，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，恁就是迄个殿。毋通骗家己。恁中间若有人用世间的标准，看家己做有智慧，为着要成做真正有智慧，伊颠倒着做愚戆的。因为即世间的智慧对上帝来看是愚戆。圣经有记载，上帝互智慧的人中着家己的诡计。别个所在佫讲，主宰智慧的人的心思无路用，所以无论啥物人，拢毋通用人做夸口。其实一切拢是恁的。无论保罗、阿波罗、彼得，即世界生也是死，现在也是将来，这一切拢是恁的。恁是基督的，基督是上帝的。